128事件特别满76档啊！台湾民间真相甲和解促进会今仔日是召开记者会，呼吁立法院赶紧通过政治档案条例修正草案，通好公开维权的加害人，彻底来推动专行正义。20年前的就可以看，为什么今天不能看？ 以228事件档案类编组的台湾民间真相甲和解促进会指出，同款的档案，即卖的内容所比过去更较无透明，证据敢真正有咧转型。因为政治档案条例施行之后，敲响了情治单位心里面的警钟啊，把过去交出来的档案全部回头再去检查一下，再提供给人民的时候，就变成这样的情况。 学者苏庆宪嘛，伊家己进前要申请经民进党主席柯信良互人监控的档案做例，讲内底亲像官员、检举人等等的资料，嘛拢互砍掉的，认为损害外界知的权益。目前搁咧法院上诉，因认为被害者知影真相的权利是目前遵行证据必切爱做的。 政治侦查的工作其实跟这个保家卫国的情治工作其实是两回事，这样哦。可是现在情治单位就是把这个情公法应用在这个政治档案上面，就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阅览已经其实被解密的档案。 真相会表示，即卖有9成的政治档案拢受到暗砍，呼吁立法院的政治档案条例修法要赶紧通过。另外，若拄到政治档案有证据，档案局应该召开公正第三人组成审计会议，搁发挥式回应，会透过法制完备推动转型的工作。记者电话立刻在北昌报道。